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过年的期间，坐客停车都爱加钱哦。啊，加偌济咧？各县市无共款，像双北市甲基隆一抓加20块，台中、台南、高雄加50块，彰化县甲南投县加上多，一抓都爱加100块。有人感觉贵，嘛有人感觉合理。南投客停车司机就讲，因牺牲过年出来加班，加收100块，大部分的人客拢会当接受，嘛会当谅解。 过年时啊，全国计程车为1月20到29过年时，拢有加收北北基加20块，台中、台南、高雄也有花莲加收50块，彰化县甲南投县加上济，一抓加收100块。过年算是一个加班时间，对，然后他们还要出来工作，所以我们加100块，我觉得这样合理。假期让他出来工作，然后他们也有假要顾，所以我觉得还蛮合理。 过年时啊，坐计程车南投甲彰化另外加收100块，大部分的民众感觉合理。牺牲过年假期出来加班服务的南投计程车司机讲，因贵拢是加收100块。啊，袂使啊，要加200加150人加免来接受，啊加100人应该拢会接受啦。一抓加他100块，也毋过计程车司机嘛讲，过年坐计程车的人相对有较少。每天都可以跑到几趟？不一定，看运气。 当年过年，全国各地计程车拢会加收红包钱，虽然讲南投甲彰化上贵，也毋过嘛是一年一摆尔，有需要的人想要坐，同款会坐。